本港錄得首宗基孔肯亞熱本地個案，患者住喺鑽石山鳳德邨，有居民就話會做足防蚊措施，區內學校就會暫時停止學生嘅課外活動。工人着上全套保護裝備，喺屋邨附近草叢噴滅蚊劑。小朋友都可以用嘅。有關愛隊成員向街坊派發蚊怕水同傳單。因為蚊患都唔係今日㗎啦，其實都咁你有咁多外來成日走來走去嗰啲過境，有唔出奇㗎啦。希望佢哋做多啲咯，都係嗰句啦，唔好嚟到先做啦。因為有啲季節真係多蚊㗎嘛，其實即係啲落雨季節會係多蚊啲㗎嘛。蚊蟲一定有㗎啦，咁就基本上都係做翻好嗰個防蚊嘅設定，就應該冇乜問題嘅啦。我諗應該可以控制得到嘅，因為香港做呢方面嘅工作做得好好啊。衛生防護中心話，82歲女患者今個月18號開始腳踝腫痛，上個星期三開始發燒同手腳關節痛，第2日到廣華醫院求醫後確診感染基孔肯亞熱，目前情況穩定。由於患者過去個半月冇外遊記錄，因此確認為本地個案。據了解，患者每日都會到鳳傳苑保良局金興幼稚園接送個孫。校方回覆我哋查詢嘅時候話，已經即時成立危機處理小組，加強校園防蚊滅蚊工作，暫停學生嘅戶外體能活動。位於患者住所半徑200米範圍內嘅聖文德天主教小學話，會加強預防措施。我哋會暫停咗一啲嘅即係戶外嘅一啲課外活動，或者係一啲課堂可能係需要喺操場啊或者戶外環境啊嗰啲呢。咁我哋暫時就會改咗去室內去進行嘅。我哋尋日知道咗啦，咁我哋就今日就叫佢早啲嚟，就先做一次滅蚊噴霧咁樣嘅。我今日已經做咗㗎啦。衛生防護中心喺村內商場設立健康站，向居民提供有關基孔肯亞熱相關資訊。直到夜晚，本港再新增3宗基孔肯亞熱個案，其中一個患者係鳳德邨村內一間學校嘅員工，潛伏期曾經去過深圳，感染源頭有待確定。説在線記者呂書樂報導。